大家平安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係教大家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嘅明天嘅見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課程，係針對有傷痛、病痛嘅朋友，唔管伊係面倒、坐倒、企倒，啷有人適合嘅運動，能講能適到咯，就會痛到咯。接下來就聽門先生講下來運動哦。接下來我分享嘅係熱身運動，你適合能放鬆嘅時節可以作為熱身運動，能面倒瑜伽墊當個。能面下來之後，體力動作係進步嘅運動，能可以先看右邊，轉到右邊，轉到大，慢慢嚟轉，慢慢嚟轉。3到5秒，然後再慢慢地轉到左邊，3到5秒。好，過來中間時間，安尼咧頭腦可以清起來，細胞清起來，再慢慢不用下來，然後再轉到右邊。3到5秒，再慢慢地轉到左邊。好，過來中間時間，安尼頭腦上頭慢慢地頂起來，頂起來，慢慢地下來，然後再轉到右邊。安尼100可以比100較多轉一些些。好，再轉左邊。好，安尼手打開來，好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。安尼用隻手較狠。能算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輕鬆。能再卡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好，安尼我按你腳，安尼腳先轉一下，慢慢來轉。好，轉一下，一隻腳轉起來，再轉另外一隻腳，轉一下。用安尼嘅踝關節不用輕鬆來。一下你嘅腳先轉一片。好，再慢慢來轉另外一片，轉另外一片。好，安尼打安尼嘅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安尼一下你的身體就慢慢的暖和起來耶。你就是安尼簡單的熱身運動。接下來我分享的係祈禱來訓練安尼的核心肌群。體力動作係深蹲，用這個打開來，打開與肩同寬。可能做一組5下休息一下，5下休息一下。好，你休息一下，同一下你的腳。腳打開來的深蹲，係用大腿後側力量。
跟一般的深蹲前侧无相同。这种方式较唔会伤人的膝盖，较唔会伤人膝头。再来一道脚打开来，打开之后。好，再休息一摆。慢慢来训练，慢慢来训练。唔管行做3下，也系5下，也系10下，就慢慢来训练。再来做一道相同脚打开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，做动作行的手肘，碰的膝盖，无碰到嘛唔怕，尽量碰到，无碰到嘛唔怕。你动作就用的整个身体和谐，有一个协调度。准备好哦。好，开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再来一道哦。好，休息。慢慢来调整呼吸，慢慢来调整呼吸。慢慢来走，慢慢来走。准备来做第3摆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头多做的动作主要係訓練人的手感腳，係協調性。你假使講本身係企唔穩的人。就慢慢来，先插稳东西来做，唔是安尼吃架来吞，假使你企唔稳的人，就慢慢来先，扶稳东西，慢慢来从抬腿开始做，慢慢来压脚，压力要有力，平衡感要厉害好的时间，拿来做的动作。好，缓和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要做的动作，也是手举起来之后，脚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左右边，左右边的压起来。准备一下哦。好，手压起来。好，休息，休息。头多按你脚，慢慢的压过程当中，压过程当中，就算无痛到数啊，无压脚压骨头，唔怕，压一个就算一个，压一个就算一个。休息一下，缓和你的呼吸，缓和你的呼吸。好，吸气。好，吐气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
好，你准备来做第二道，准备来做第二道，来。好，胸部来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你的呼吸。好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再来一半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加油啊！你做第三道哦，做第三道哦，你加油！好，向下来做第三道。可是，好，好嘞，休息一下，调整你的呼吸，调整你的呼吸，吸气，吐气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头到9个课程，大家學會冇？接下來就聽們先生向下做下去。接下來我分享一項咧超慢跑類的運動，但是你喺做之前我會先做高抬腿，跟你的伸展，好，聽們先生來做，你第一動作行喺高抬腿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好，你同一下，用你的腰臀的肌肉慢慢的收起来，好，第二天收起来会越来越强壮。好，你再来做第二道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。可能去抬腿时间，唔是讲想压一个，安尼压一道算一道，压一道算一道，重点安尼脚要企稳，脚要企稳哦。缓和一下，安尼第二天来做第三道。好，来做第三道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接下来你要做弓箭步。来帮安尼小腿肚，弓箭步，安尼一只脚是前面，一只脚是后背，安尼后背一只脚要出，前面一只脚要弯，慢慢的向前，向前，向前来帮。好，慢慢的起来，不用轻松一下，不用轻松一下。我们再来一道。好，不用轻松。我们来第三道哦。好，慢慢放起来，
安尼稳脚。好，不用轻松。来，再来一刀哦。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你踢3刀哦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。好了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了，准备跑步哦，提门先上来，向下跑步。好，慢慢的缓和落来，好来吸气，吐气，再来一排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接下来要分享一项嘅运动之后，要做为缓和运动，安尼面到瑜伽垫。体力动作相同，安尼间数中嘅，安尼都是当个，安尼做安尼嘅腹部呼吸，安尼吸气时间都是慢慢的松起来，哦，松到最高。吐气时间，慢慢的消下去，干气，再来一刀哦，吸气，都是慢慢的松起来，吐气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好，吸气，安尼送到最高时间，安尼可以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吐气，
慢慢的消下去。安尼再来一道哦，吸气，慢慢的松起来。速度大概时间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安尼接下来行个表顺安尼的腰臀，好，来慢慢来转，慢慢来转。慢慢的松过来，安尼弯脚，再来一道哦。安尼接下来行个表顺安尼的上椎的动作，安尼将手表到另外手的一只手的地方。经过高的课程，大家学会冇？安尼将运动变成习惯，有好的运动，安尼身体那会越来越健康，心情那会越来越喜乐。停通，安尼下次见。